这个新闻来关心屏东渔船的船长，屏东东港这个渔船金明用338号啦，目前呢，才伫摩里西斯这个港口停伫遐，因过网络有传出几啊段内容，敢若是这个台这个说你的船长和外这个船员拍甲闹火，同时佫逼伊跪落会室内。消息一个传出来了，家属真烦恼，业界嘛真不满，要求相关的单位要赶紧去救人。甲在船公司的头家伫当地第一时间就将这个船长送去病院。 Kapten saya itu. Ya, Kapten saya, Kapten salah. Orang tidur. 倒边的目睭乌青，全身躯是血。台籍的李姓船长面对印尼籍的船员跪落去血室内，态度放遮尔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 拍人的事件发生伫咧屏东的东港籍远洋渔船景明洋368号，正前为屏东的东港出发，一路到印度洋作业，最后到阿辉的摩里西斯路易斯港口。不过7号，一个印尼籍的船员因为合约特别到期，和其他的人食烧酒、伤大声，互李姓船长出声甲阻挡。想袂到，登去船长舱，至少有5个印尼籍的船员上门。讲无2句话，就起骹动手，李姓船长嘛拼袂过一群人。 听得出来，船员是真火大，搁木搁踢，大声甲咧。甲人拍牌了后，搁逼船长跪落来反省。消息传转来台湾，家属是着急甲跳起来找立委真情。 我们第一时间也与船东联络，那船东目前人刚好就在摩里西斯，他可以就近处理。拄好船公司的头家嘛，伫咧摩里西斯的路易斯港口紧急甲李姓船长送医治疗。农业部的渔业署嘛已经和因联络，毋那甲动手的船员遣返回去，同时嘛报警处理详细调查，保卫台湾人的性命财产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